知道你已经忍无可忍，厌烦了。不对，没这么简单。妍妍，我一直认为你是一个大无畏的人，真的。你非凡的经历，注定你对生存充满着智慧和勇气。我以前在意大利留学的时候，参观过但丁的故居。他是一位思想的伟人，他那部《神曲》曾经令我荡气回肠。他把人的生存形容成一座炼狱。我记得他讲过一句话，令我永生难忘。他说：“人们连活着都不怕，为什么就不敢面对死亡呢？”你是说我不敢面对死亡？恕我直言，你不敢。妍妍，你总是觉得要让别人感到你什么都不害怕，其实呢，你内心时刻都充满着恐惧。哎，我也知道我不该这么讲，但是这话我不得不说。你能承受得了吗？他这些话的确是让人承受不了，不过他很清新，也很震撼人的心灵。你说吧，我愿意听。你看，刚才你从你的屋子里边打开房门走出来，经过走廊来到了我的屋子门前，推开门走进我的屋子。在这个过程当中，你感觉到有什么不正常的吗？没有，对吧？你该怎么想还是怎么想，该怎么做还是怎么做。那假如换一个情境呢？啊，比如说突然之间，你的那个屋子代表的是生存，我的这个屋子呢代表的是死亡，而那个走廊就是通向死亡的路。假如说啊，如果真的这样的话，你还会像刚才那样走过来吗？不管怎么说，走过去是肯定的。现在我要问的是你如何走过来？你还能那么从容不迫吗？还能充满着智慧和勇气吗？还能该怎么想就怎么想，该怎么做就怎么做吗？你不会再那样了。对呀，我为什么不能啊？这不也是一个很平常的过程吗？好你个东方亮，都这个时候了，你还把我的心给透亮了。唉，也不是，我这完全是被逼的。让我给逼的？我逼你什么了？妍妍，有些事情呢，于情于理都应该正常的去做了，但是你一直在回避，你回避了之后还是回避，我非常的着急，真的，急得我这心里头都没谱了。有这样的事儿吗？那你举个例子。你等等。
燕燕，你看，你爸，电视上。快，把声音打开。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：经省人民代表大会表决，任乔梁同志为北方省人民政府副省长。乔梁同志生于1942年，1965年毕业于北方工业大学。1968年至1975年任白马煤矿安全监督员。这是真的吗？1975年至1978年任白马煤矿副矿长。你听。1978年至1985年任金山市委书记。1995年至1997年任省安全监察局局长。乔梁同志生于1942年，1965年毕业于北方工业大学。你怎么了？燕燕，任白马煤矿安全监督员。怎么了？ 1975年到1978年。沈清，谢谢你帮助我完成了这个心愿。送给肖大姐。看见你又站起来了，肖大姐啊，一定会很高兴的。有一点点高兴的事儿，他就会忙得满屋子转。我现在特别怀念他那种高兴的样子。等你当选的时候啊，把他也接过来，让他和你一起分享这份快乐。我打心眼里头也高兴。再说，这也是算我送你的一份礼物啊。沈清啊，咱们俩都别把当选的不当选的事儿看得太重了，其实都一样，上与不上都得好好的干活，好好的过日子。这有些事情啊，也许你就会淡忘的。是吗？比如说呢？比如说，你的身体啊，还有生活、衣食住行方面，还有很多很多方面。我明白你要说什么。有一天，乔阳回来跟我闹了一场。他是为什么呀？他突然问我，说咱们为什么不成家？